因为疫情的关系，有真侪弱势家庭拢受到真大影响，所以台南市会甲在地企业合作，共同捐赠物资来帮助弱势家庭，并伫咧18号邀请共同参与捐赠的厂商来到市会接受表扬，佮有感谢。那原则上，我们就在永华和明志明天早上同步来发放。那发放的时间呢，就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发放为止，我们会在我们的网络上公布，那以免所有的民众呢白跑一趟。那我们原则上因为没有办法符合所有的需求，我们就准备了1000份来发放。那希望符合资格的，就是全台南市低收入户都可以凭他的低收入的证件呢来台南市议会领取。希望大家服务较不好啦，他这个关呢，数量也有限，没有办法一一服务到家。因为台南市议会是一个监督单位所以在此向所有市民说声抱歉哈。那也希望呢大家如果有需要的低收入户可以来台南市议会领取哈。议长郭信良提醒民众，若有符合技术力和资格的民众，会当摕到证明，伫咧5月19号甲5月20号透早9点到下晡的5点，去甲永华或者是民治艺术厅领取，每户1份送完为止。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